美国的前国务院次卿克拉克捌伫咧2020年来台湾访问，这是美国41当来访台层级上悬的国务院官员。即马克拉克又搁要伫咧8月初9以科技外交官的身份来台湾，希望会当加强台美私部门的关系，也搁有产业的合作。推特大出甲总统蔡英文、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同齐翕的相片。美国前国务院次卿克拉克有个当咧前往台湾的路上。克拉克2020年捌以现任美国官员身份访台，是41年来访台层级上悬的国务院官员。伊伫出发之前接受访问表示，当年访台中国拍出军机扰台，即摆以科技外交官的身份访台，希望强化台美私部门关系。Taiwan is a linchpin of democracy, and they also own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y in the world, and that's semiconductors. So strengthening those ties, private sector side, we're really excited about it. 美国普渡研究基金会旗下的普渡克拉克科技外交协会表示，克拉克会伫初9甲12访台。即届来形成3大目的，包括加强全球科技安全，成立台湾创新甲欢迎中心，扩大台湾伫全球会当相信科技网络中的角色。Like-minded countries like Taiwan and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must stick together even more. 没有任何的民主国家应该孤军奋战，我们一定会团结一致，全力守护共同价值。总统蔡英文初9接见凯达格兰论坛2023印太安全对话访团。爱沙尼亚前总理恩喜普表示，需要甲台湾共一个阵线，共同对抗威权。台湾有领先全球的晶片制造产业，欧洲甲台湾合作也应该更加紧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